內疚三，詩篇147篇3節，他醫好傷心的人，裹好他們的傷處。罪念係一種靈魂嘅疾病，正如癲狂係一種心理上嘅病態一樣。耶穌就以醫生治病嘅態度嚟對付罪人嘅，因此佢就唔會帶有審判責備嘅語調，而係會用慈悲憐憫嘅同情嚟幫助罪人。罪惡對人格最大嘅損害係在於佢係會造成內疚或者不安嘅良心。現代嘅醫學家話俾我哋知道，好多身體上嘅疾病係由錯誤嘅心理態度造成嘅。同樣地，靈魂上嘅疾病亦都有好多係由錯誤嘅道德觀念所造成。過去嘅宗教家經常會對罪惡抱住嚴厲嘅批評態度，唔會去學效耶穌呢位靈醫嘅藝術。因此，宗教有時反而係會加增咗我哋嘅內疚嘅，令到我哋嘅內心增添唔少嘅衝突。如果我哋係明白耶穌對付罪人嘅方法，就唔難去理解點解有好多俾法利賽人同埋祭司長所遺棄嘅人都係會樂意咁嚟到耶穌嘅跟前啦。如果我哋將污穢嘅內心袒露俾世間嘅宗教家同埋道德家去睇，我哋就必然會覺得無地自容，羞愧萬分。內疚就會日日去啃咬住我哋嘅靈魂，令到我哋痛苦不堪嘅。但係如果設想耶穌帶住慈悲憐恤嘅面容，同我哋去談論人生嘅過失嘅時候，呢個不安嘅良心自然會喺佢嘅愛之中得到良藥嘅滋潤同埋醫治。瑪利亞曾經懷住不安嘅良心喺耶穌腳前痛哭流涕，但係佢喺得到主嘅醫治之後，已經唔再存有不安同埋悔恨啦，而係變成心地清淨，同主毫無間隔咁樣去交通嘅密友。佢亦都係主復活後第一個去瞻仰佢榮光嘅人。主喺馬太福音5章8節嗰度話：內心清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看見神。慈悲嘅主啊，我深知你比我自己更了解我嘅罪惡，你知道嘅比我更深。求你用愛嚟覆庇我，拯救我，令我內心獲得平安。主啊，我嘅心係為你而做。如果唔能夠安息喺你裏面，我就永遠都唔會得到安寧。阿門。